再来看高铁延伸宜兰第二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，3月初5伫宜兰大学办头一场的公听会，也毋过头城甲大溪12个机关团体是认为讲，交通部无提供详细的资料，影响是真歹评估。一寡延线的民众嘛拢无参加，因呼吁搁再开公听会。 宜兰大溪一龙村的太阳庙是在地信仰中心，有200多年的历史，也是一龙景都主要活动场地。这几年才改期完成，不过未来若高铁延伸宜兰动工，地方烦恼可能都爱拆掉。地方都无清楚，这路线。我高铁我无清楚。 庙方对实际情形也无清楚，高铁延伸宜兰案已经进入宽评阶段。交通部3月初5伫宜兰大学办过第一场公听会，不过宜兰大溪12个机关团体认为，交通部目前公布的路线无详细资讯，无法度知影什么人会受影响，而且沿线居民无参加，所以联名申请呼吁加开公听会，甲民众对会避免之后抗争。10几公里可能会造成农地的破碎，农路的变化。 从进入平原以后的路廊这一段，却是很少，也连真正的利害关系人、真正的当地的居民，他们也都很不清楚路线到底是怎么跑的。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人员将交通部初步设出路线套回伫卫星影像，发现除了大溪一龙村、头城、二城、好成里、宜兰市黎明里等拢受路线影响，恐惊爱土地征收甲铁路建筑这问题，还有路线两边的禁区范围，加正做白川，不过这影响甲对周边环境的冲击，伫空电会顶悬完全无达入评估。当然，我们尊重地方居民的意见那可以跟铁道局来表达。 地方联名陈情书今仔是对交予交通部，县政府表示，交通部铁道局伫会公听会进前，拢通知各乡镇公所、代表会甲村里办公处，地方有其他意见，县政府会尊重佮协助，转达予铁道局，希望因妥善处理。公视新闻宜兰报道。